強積金 MPF 你同我都避唔開㗎啦，個個都供又個個都想供咩？雖然好多人供咗當冇咗，但唔理又真係得咩？望落去每個月供得少少錢，到退休係咪真係幫到手㗎？但其實 MPF 管理得好，本金翻一番都不是夢喎。想知就繼續聽落去啦。簡單講下 MPF 係咩先啦。MPF 全名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，即係每個月夾咗人工5%，連埋老細5%，供落一個戶口入邊，再以篩選嘅基金做投資。1年供2-3萬，同佢一樣做咗10年嘢嘅，隨時戶口都有20幾萬喺度㗎啦。即係我獨自打工40年先至儲到100萬。咦，一計隨時仲多我自己銀行戶口添喎。一講到 MPF 點揀，唔知大家又會點去選擇每隻基金呢？我見過最極致嘅分散風險操作，就係一次過買晒20隻，咪實冇死咯。但係俾咗自己買股票，又會唔會掃晒啲藍籌，隻隻買呢？最少都聽下有咩 number 邊隻勁啲啦。所以睇餸食飯都要㗎啦，望下個 menu 有咩揀先。例如中港股、美股、債券、保守呢啲間例牌都會有㗎啦。再睇埋行業分配或者自己個 MPF 計劃會唔會有啲特色嘅基金？了解晒之後，除咗睇下過往邊啲賺得多，邊啲插水冇水花之外，仲要明白點解背後有呢啲嘅表現，係乜嘢影響到個市場，咁你先至可以揀到啱自己嘅投資選擇。短期有賺蝕係正常嘅，市場冇長勝將軍，一定有升跌，適時適當分散好你嘅風險，能唔能夠管理好自己嘅資產比例先至係決勝點。最後我會分享一個懶人投資法，每年簡單嘅操作就可以做到低買高賣。繼續睇埋落去啦。傳統少少嘅朋友可能好怕 MPF 蝕錢，冚唪唥擺晒喺保守基金一定最穩陣啦。但其實咁先蝕得最多喎，因為一講樓價，大家即刻知㗎啦。呢幾年雖然回落咗少少，但香港人中意賣磚頭嘅根源啊，係回歸之後到而家樓價點計都升咗好幾倍㗎啦。再貼身啲，回到翻我10年前嘅青春，lunch 食個茶記都係30-40蚊啫。而家同一間茶記70蚊有找已經叫唔貴㗎咯喎。食餐飯都升成倍，如果 MPF 10年都係揸現金，冇增值嘅，購買力已經 guarantee 蝕咗一半㗎啦。仲要記住 MPF 唔係儲10年8年就攞得出，係要等到60幾歲退休先攞到啊！40年唔增長有100幾廿萬面數都冇乜用，到時都唔知買唔買到架街磚添啊！講到呢度，大家都清楚明白 MPF 係一個長線嘅投資㗎啦，所以回報都一定要睇長線。過5年係全球嘅大牛市，美股基金賺超過80%。咁我哋睇下畫面入邊有 M 公司嘅3隻基金，港股、美股、環球股都好，就算冇管理擺足20年啊，點都勁過保守基金啦。就算過5年 miss 咗嘅朋友都唔緊要，市場有週期，好似春夏秋冬咁，總有興衰，一定有機會。最緊要唔好心急亂播種追入貨，慢慢部署先係上策。大家聽咗咁多，都知道要做好分配同功課啦。喺度分享一個60-40嘅法則，就係60% 股票市場，40% 債券嘅比例，係多年被視為投資界嘅黃金標準。因為股票大多時候上升，所以表現較為出色。較高嘅持有比例可以做到有效嘅資本增值，而40% 債券就係當股市出現短期嘅波幅同埋回調嘅時候，都有足夠子彈可以低位買貨，做到更加穩定嘅回報。做個例子啦，當今年股市大跌，持股得返45%，我哋只需要將較高比例嘅債券賣出，擺返入股票市場，就可以維持返60-40嘅股債比例。情況反之亦然，股票升咗，轉返啱嘅比例就做到 take profit 低買高賣嘅動作。而想做到更加好嘅表現，買咩市場就真係要靠自己做功課啦。5% MPF 都要管理啦，另外95% 收入當然更加需要花心機。如果見到數字圖表就頭晒痛，或者平時返工都已經冇咗半條命嘅，不妨揾位專業嘅財富顧問幫手。我哋 iFast Global Markets 有專業嘅顧問幫你規劃你嘅資產，分析晒唔同市場、地區、板塊，自己都可以隨時喺我哋平台買賣股票、基金、債券、存款證，無論係產品定係服務，我哋都應有盡有。最後update下大家，嚟緊 eMPF 即將推出，到時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做到整合同埋轉移。擺咗咁耐，係時候 take action 㗎啦！多謝大家睇完，唔好唔記得 subscribe 同埋 CLS 我哋，攞多啲理財貼士。今日係咁先啦，拜拜。